10月2日，主是萬物之根基。經上記着說，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，就是耶穌基督，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。哥林多前書3章11節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3章告訴哥林多信徒，耶穌基督是教會的根基，人要建立工程在這根基之上。而哥林多前書3章10節提醒我們，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。換句話說，那就要看他們選用什麼材料建造，所作的工程是否能夠經得起最終嘅考驗。若經不起的話，最終會被燒毀。其實耶穌基督是萬有之首，他掌管所有秩序嘅進行，因為他是萬物嘅中心，所以地上萬國所籌算的任何工程及發明，需要在發展嘅方向及目標上配合他永恆嘅旨意，因為離了他，我們不能作什麼。讓我們同心禱告。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，有一子賜給我們，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。他名稱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。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，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，從今直到永遠。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。掌管智謀、能力、時間與平安嘅主，今日全世界都在爭奪人才，因為全世界嘅人都不知道明日世界會是怎樣，經濟轉型會如何改變。在知識型經濟邁向前路中，有多少人會落後？有哪些人會控制着經濟命脈？主啊，這些路世人從來未走過。主啊，我們怎麼辦呢？主啊，昔日約書亞吩咐百姓要跟着耶和華的約櫃去，但要相離2000肘，不可與約櫃相近，使他們知道所當走的路，因為這條路他們向來沒有走過。主啊，今日全世界都在走一條從未走過嘅路，有人寄望優才可作開路先鋒，科技可作領路者。主啊，唯有你才是先鋒，唯有你才是領路。求主帶領全人類步入新嘅路向中，因為主為世人而生，定意為世人肩負一切，並且一切智謀、能力、時間、平安，全是主的。願主嘅國度、權柄、榮耀臨到普世，進到列邦，帶領全人類皆可進入主嘅政權與平安裏，因為主才是萬物嘅根基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。神啊，我要以你的法度為永遠的產業，並要跟從主直到永遠。